咁啊，蕭生咧，我又講下蕭生咯。蕭生同王晶啊又鬧交咯。上個禮拜，阿蕭生突然間咧喺個直播裏邊咧就大罵成龍喎，講到成龍咧就係又老強啲女明星啊，又灌醉咗去輪佢哋啊，又話啲資料來源咧喺黎小田度講翻嚟嘅，仲講咗好多有啲唔開名講。咁其實咧呢段影片好快俾人 back up 咗，阿蕭生就剪走咗。咁啊，尋日阿王晶喺個微博裏邊咧，利用 iPhone 14 Pro Max 喺中國香港地區發布咗呢一段留言，佢就話蕭若元呢個戰王之王又出嚟作屎啦！今次咧居然借幾個武行嘅勞資糾紛借題發揮，講出一啲毫無證據、人證及受害者嘅名字，就誹謗成龍大哥嘅私生活只係話佢兄弟講嘅，任何人都可以作證啦，我可以夠話你乜乜乜乜，反正冇證冇據。同時咧，蕭若元永遠舉一啲死咗嘅人出嚟證明，包括黎小田、向華勝唔喺度咧，就話唐伯虎點秋香同鹿鼎記係佢寫嘅。記住啊，向華強老闆仲喺度已經約咗佢上嚟節目爆你啲衰嘢啦。方日華小姐一死咧，又詆毀佢嘅私生活死無對證，你講咩都得噶啦。我認識嘅成龍當然風流啦，但係絕不下流大把女仔送上門，推都推唔切啊！使乜喺沙漠強？喺車廂路講出都荒謬，夠膽就開名，但又冇膽，仲要刪埋稿。佢建議成龍大哥唔好放過去，喺台灣告佢誹謗及損害演藝工作者價值，都賠到佢撲，再向 YouTube 投訴封佢號。嗱，阿王晶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全部做到嘅，因為喺台灣咧誹謗法係好嚴厲，同喺香港唔同，同喺英國唔同。喺英國、香港誹謗法咧就即係相對寬鬆，因為你好難佐證嗰啲嘢係真定假嘅。但喺台灣咧，你只有損害名譽罪咧，你就可以告死對方嘅。因為我同阿蕭若元先生相識好多年啦，10幾年啦，佢呢番說話咧，我係聽過無數次嘅，即係類似嘅說話啦，唔好 exactly 講邊啲說話啦，類似嘅說話係聽過無數次嘅。以前喺節目其實都有公開講過，就唔係啲人死咗咧先至公開講嘅。譬如話佢話唐伯虎點秋香同鹿鼎記條大橋係佢寫出嚟嘅。因為呢兩套戲咧，佢係做監製嘅，仲有武狀元蘇乞兒佢又講過好多次啦，話武狀元蘇乞兒咧，因為嗰個導演陳嘉上先生咧，佢就係讀番書噶嘛，唔會識嗰啲咩蘇察哈爾燦啊，什麼正黃旗啊、雙白旗啊，唔會識呢啲嘢噶嘛。佢話條橋係佢自己度出嚟嘅，咁呢樣嘢我都不能排除。唐伯虎點秋香嘅導演係李力持咁李力持能唔能夠即係可以掌握到咁多詩詞文學咧，江南四大才子咧，咁阿蕭若元先生話佢自己條橋係佢度出嚟嘅，然後下邊執行就喺佢哋度，咁呢樣嘢我都不能夠否定喎，咁所以王晶咧就話佢老作，話喺向華勝先生死咗之後先老作，咁向華勝先生死咗之後先老作呢樣嘢唔係事實嚟，好多年前咧佢已經向華勝先生仲喺度嘅時候，佢已經即係講過好多次，咁但係咧我熟悉阿蕭先生啦，即係佢講嘅說話有時係會飄忽不定嘅，有時佢會講大咗好多，有時佢會高興得上嚟，唔應該講嗰啲嘢都講。我有一次咧同佢講一件咧不可告人嘅秘密，即係唔涉及我嘅，其實係即係我係得知到某一個人不可告人嘅秘密，然後嗰個人同咗我講，咁咧我就唔小心喺一次興高采烈嘅情況底下，我透露咗出嚟。然後我講完之後，我後悔，我即刻話：喂，阿蕭生，打死都唔好講出嚟喎呢單嘢。死人冧樓喎，咁結果佢喺節目咧，喺坐喺我隔離咧，竟然想講出嚟，我即刻捉住佢嘅手，話唔好講死得人嘅呢單嘢係，咁結果佢又冇講，因為佢控制唔到自己佢高興得上嚟。喺上個禮拜直播咧，我就相信佢話成龍老強灌醉個女明星，灌醉女明星，我當然即係聽講過係邊個啦，係影后級噶啦，咁但係呢啲咧都係佢係聽傳聞證供聽翻嚟嘅嘢嚟。咁而傳聞嗰啲人咧，佢就話嗰啲人死咗，佢話黎小田講俾佢聽，咁你就捉唔到黎小田出嚟去驗證噶，咁你只能夠捉咧，即係當時有可能在場嗰啲成家班武師嗰啲手足出嚟噶咯，但係又唔肯定係邊幾個在場噶嘛，所以呢樣嘢係不能證實嘅事情嚟。如果要告起上嚟，成龍要告當然係可以告啦，咁但係你又就要揾翻嗰啲人出嚟咧，去證明嗰啲武行兄弟譬如話盧惠光啊、火星啊。你要揾翻呢班人出嚟證明當時你哋冇份嘅，咁以成龍同佢哋而家個關係又未必能夠請到呢班人出嚟證明，
所以我話咧，香港啊，而家香港政府唔夠錢使啊嘛，我覺得不如揾成龍做財政司啊，或者林鳳嬌做財政司啊，起碼即刻可以對公務員啊個工資可以即係重點調整喎。可以幫香港政府、特區政府慳翻好多錢喎。蕭若元先生其實70年代開始咧，佢喺亞視咧，佢有啲戲係佢做編劇嘅，有啲電視劇係做編劇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唔係做編劇，因為佢唔係好能夠坐喺度寫嘢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好多交際應酬啊，思想好跳脫啊，佢唔係坐低做文字嘅人嚟嘅，坐低做文字咧就鄭丹瑞啊、阿文俊啊，佢哋就比較擅長嘅，咁佢係負責度大橋。因為我同佢合作過多年，我就大概完全知道佢點樣做喎。點樣叫度大橋咧？就係一班人開會，然後每個人咧就係同佢傾，佢就講條橋出嚟，然後叫啲人咧執行。所以亞視嘅時候咧，嗰啲咩天蠶變嗰啲咧，都係寫住故事蕭若元嘅啫。有好多時候唔係寫住編劇係蕭若元，即使有啲戲寫住編劇係蕭若元咧，實際上寫文章嘅咧都係頭先講嗰啲人嚟，就唔係蕭若元。所以咧做監製嗰幾套《武狀元蘇乞兒》啊。咩九品芝麻官啊，或者係《鹿鼎記》上下，唐伯虎點秋香，咁咧佢作為監製咧，佢就出下大橋，就幫人哋修改下 A， 修改下 B， 咁然後佢就會走嚟同人講自己係做編劇。咁我亦都喺食飯嘅過程裏邊咧，同啲外邊啲人一齊食飯啦，佢都同自己講佢自己係編劇嚟，但係實際上佢係做故事嘅大橋，佢係做監製，所以講大咗或者講得比較誇張咧，就係佢經常嘅風格，但唔代表佢完全冇。咁啊 ，anyway 咧，佢而家就阿王晶就話揾向華強，因為當時嘅投資者咧就係向華勝同向華強，揾向華強或者揾向太上嚟節目爆佢衰嘢。咁呢個唔出奇啦，呢個非常之唔出奇。結果可能都會爆咗好多好 juicy 嘅嘢出嚟聽，所以我就話咧，互相認識嘅人咧，就最好唔好講對方，因為你講對方咧，嗰啲嘢係密室嘅，又唔係好似我哋做節目講陳志咁樣，講陳志咧就係全部公開資料啊嘛。你講到嗰啲唐伯虎點秋香啊、阿成龍啊、拍咩沙漠啊，喺沙漠上做啲乜嘢啊，喺玉女嘅掌門人身邊除褲啊嗰啲咧，都係密室嘅嘢嚟嘅，你好難佐證喎，除非而家個玉女掌門人行出嚟，自己話有呢件事或者冇呢件事，或者嗰個影后行出嚟講有或者冇。咁但係如果話個影后行出嚟話冇咧，咁啲人都可能估，可能唔係呢個影后啫，係第二個影后啫。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冇可能繼續講落去。所以我作為一個評論，我就會講唔好講一啲密室嘅嘢。第一，唔好做聽藏師；第二就唔好講熟悉嘅人嘅一啲事情同埋傳聞證供咧，都係唔可靠、唔可信嘅。所以有網民就話，有讀者就話，王晶同蕭若元兩個人都唔可信。咁同樣道理啫嘛，王晶自己都話好多戲佢有份，咁但係做導演，但係咧同佢合作過啲人都話，王晶通常開機完之後就唔見咗人噶，係副導演拍嘅啫，個道理一樣嘅啫，其實係咁啊嗱，繼續講翻成龍啦，阿成龍好犀利嘅，我認為曾經係香港4大都市傳說，第一就係成龍代言，成龍代言過嘅產品咧10之8九咧都冇乜好收場嘅。大家最記得就係霸王動搖嗰個啦，係咪？仲有好多啦，步步高啊嗰啲啦，所以香港4大都市傳說，第一就係呢個成龍代言，第二就係李氏力場。曾幾何時就話，因為李嘉誠嘅原因，李嘉誠就要香港繼續開市，啲百佳啊、屈臣氏啊、豐澤繼續做生意，所以打風咧，次次去到關鍵時候咧都會轉彎嘅。OK， 第三丁蟹效應，鄭少秋上相關嘅電視電影咧，就係因為大家聯想喺大時代喎，就會出現到股市冧市喎。第四個就應該係蕭生嘅預言啦，係咪啊？蕭生嘅預言由10幾年前開始咧，就唔知點解咧，由英國唔可以脫歐，特朗普一定選唔贏總統，發生咗好多蕭生嘅預言相反。咁但係其實全部可以用邏輯學去分析嘅，全部可以用邏輯學分析。即係成龍代言呢個問題咧，點解成龍代言多數都冧咧？就好簡單啫，呢個係品味嘅問題，即係老闆嘅品味，老闆揾得成龍做代言，而成龍嗰個形象係如何，大家都眾所周知啦。一個品味相近嘅人咧，自己做老闆去投資呢啲生意咧，經營不善都係好合理嘅啫。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成龍亦都反映到佢啦。咁人哋揾佢做代言，佢又來者不拒喎。啲垃圾品牌又接，好嘅品牌品味唔會揾佢啊。即係啲國際知名品牌嗰啲唔會揾佢。嗰啲揩揩地嗰啲品牌，步步高啊，或者係霸王脫髮洗頭水嗰啲又揾佢，即係佢來者不拒，所以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李氏力場，
咁呢個李氏力場以前李嘉誠嘅影響力好大啊，但係林超英都出嚟講過呢個冇人影響過佢哋天文台掛風波喎，所以咧李氏力場呢樣嘢咧都係想像嘅空間咧機會係大啲嘅嚇，要證據咧仲要更多嘅證據。咁啊第三就係丁蟹效應，丁蟹效應好明顯係搞笑嘅，丁蟹效應好明顯係搞笑嘅啊，因為鄭少秋係當紅藝人，即係70年代開始紅起上嚟㗎啦。佢做嘅電視劇、電影或者唱嘅歌曲無數，經常都會出現嘅，頻率好高嘅。所以咧，而頻率高嘅時候咧，你就永遠將股市跌市咧嗰個邏輯咧，用關聯式思考、類比推論嘅方法連結起上嚟。咁最後蕭山預言，蕭山預言呢樣嘢咧就更容易解釋，因為佢個性格就係咧，佢好輕易地去講出佢嘅結論。好似佢話陳志就係幕後大佬，咁呢個係好輕易地講出佢嘅結論。譬如話劉細良就係最好嘅 KOL， 陳橋事件絕對同劉細良冇關係，咁即係舉例啊。咁佢好容易，佢未調查清楚就會講結論，呢個係佢嘅風格。咁所以咧，佢亦都咁容易有結論嘅人咧，佢樣樣嘢都會估啊嘛。咁你總係揾到好多同佢估嘅結果相反嘅。